你好，我係鄧強興。最近發現屋企前院嘅嗰幾棵亞洲梨同埋櫻桃樹咧有得食咯噃。後院咧就生咗一個好似我前臂一樣咁粗大嘅黃瓜。嗱，呢張相嘅前臂咧就係我嘅，嗰個紋身咧就係我個女個名音韻嘅韻字，因為我個女咧叫鄧韻啊嘛。嗱，講翻啲收成先。原來今日咧，2026年8月12號咧，就係立秋之後嘅第5日，農作物咧就陸續成熟嘅時節。喺以前咧，農耕社會啊，呢個時候咧就係忙於收割嗰啲嘅農作物，之後咧就會收埋晒嗰啲嘅耕田嘅工具，準備過冬嘆世界㗎啦。咁而家梗係唔係農耕社會啦，嗰個係電腦AI 時代，完全都唔同啦。不過都係有嘢食嘅，開心嘅。